伊咧讲遐话了，我上生气是啥知影？是伊竟然用宜兰腔来讲这泰国话。爱用宜兰人啊。宜兰，你知影迄种哦，会使卖侮辱阮的宜兰腔无？好无？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八会社会事。台语八会是辨明误解、说清缘由的意思。现代人社会事，咱用台语来八会，讲好清、辩好明，讲出社会不平，透彻道理人情。大家好，我是阿德。今日是这个阿德来开讲的新的台语单元《八会社会事》，这是一个讲时事的单元。因为甲咱另外一个已经活要100集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风格无共，重点也无共，这内底较歹一寡，所以才特别过来开一个新的台语单元来讲社会时事。目前这个单元是还未像台语的故事同款固定出，是阮若拄着这个看未过的代志，不管是政治啦，或者是社会事件，才来做这个节目，毋是随时有，大家都爱珍惜听。那八会社会事头一集，就要邀请到我过去的老同事。对啊，老同事，老同事。其实这位同事的声，若一遍出现伫咱真正的其他的单元内底，毋是台语的单元。毋过咧，伊即边出现身份是无啥共款啊！伊即马是即个风风火火的新闻人物，就是什么款的人咧？伊是宜兰县议员林佩莹，林佩莹。你出来人我安尼甲你叫，一般拢安尼甲你，那有用台语甲你叫无？无。我拢叫配音安尼，拢叫配音，阿嬷嘛安尼叫，阿嬷对你叫的对啊。林配音宜兰县议员，来先配音先甲大家小证明一下好无？好啊，大家好，我是配音，用风风火火这个词，我小可有淡薄收担袂起。你网络一查，迄新闻头拢是你的相片，你有发现无？我唔敢查，所以唔敢看。拢是你的相片，你敢有特别小可说到一个无？无按顺就讲，无按顺就讲，竟然变成新闻安尼。对啊，就是安尼。平常时你议会上班去，平常时大家民众看到我嘛是拢安尼啊。你算是议会的代志嘛，吼。是。虽然今日讲甲政治小可有关系，毋过上重要其实毋是政治本身啦。今日专讲请配用半用，真正是半用来录音。大家知影讲民意代表的即个工课真无用，定定四界走吼，听讲早起去公祭。是的。其实是为着即个甲最近咱讲 Me Too 事件。已经打断风风火火有关系代志啦。咱知影讲最近毋管是伫咧政治界、艺文界啦、媒体界啦，说讲世界拢逼出即个性骚扰的事件。性骚扰即个华语词其实讲，其实真笼统，性骚扰的范围真大啦。那内底包含的即个程度嘛拢无共。但是伫台语内底，咱有分了较幼、较济安尼，咱定定听到的包含讲啥米高墙、低高神、高刷你有听过哦？高刷嘛是性骚扰的一款意思，就是一寡肢体接触咧会讲摸着、讲吸着。其实我讲已经较我咱讲华语讲猥亵的程度啊，包含小鸟，鸟的起笑共款安尼哇，小鸟啦、小猪哥啦、垃圾面啦，即款若像即款事件因为程度无共啦，一般我会甲统称叫做泰国人事件啦，总是有人泰国，我讲这较好来形容啊，总是有人做泰国在做即款代志嘛，所以这一定有加害者才有即款性骚扰即款事件嘛，这是补充一个尔啦，咱的重点当然就放伫即个宜兰县政府消防局的南方澳分队有一个即个姓彭嘛，即姓彭应该姓彭啦，姓彭即个女队员伫家己的即个查某宿舍内底套房内底伫咧洗粪水的时，咱宜兰人讲洗粪水嘛，洗澡洗粪水的时，煞有人甲偷看。自这个发展来的这个事件，规个事件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是安那？阮的这个议员，我的老同事会变成风云人物、新闻人物毋是伊本身去洗粪水啦。会使先请这个配音给大家先来说明一下。拄开始咱讲这个偷看事件，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其实这件代志是去年的12月初就发生啊。这是迄当阵。无去互报出来，而且报到议会时阵嘛是已经是立法委员
王婉玉甲高嘉瑜已经帮伊开完记者会，伫今年3月初，立法委员迄边先开记者会，开煞了，伊才来议会顶前，阮才知影即件事件，一直到演变到尾啊，入去到议会开定期会了，当然嘛是逐个议员对即件代志来针对消防局做了无好诶代志，所在来做质询嘛。是。即件代志其实伫旧年12月发生诶时阵是查某囡仔伫咧查某囡仔宿舍内底，伫家己诶套房内底，西洋区，去互查甫队员撞入去伊诶房间，开伊房间门，查某囡仔伫西洋区出来摕物啊，伊沐浴露无啊，出来摕沐浴露，去互看了，伊诶同事伫房间内底嘛，都甲伊看了，即件代志发生了，当然，我个人认为啦，消防局伫个第一时间，伊用了无正确的法规，伊用着性骚扰防治法来办。毋过其实这嘛爱互逐个人知影，就是关于性骚扰甲性平即个部分啦。咱若是一般伫咧无排除上班的即个空间以外，去互人若甲你做着你无欢喜、无情愿的代志，你感觉无遐爽快的代志，这是用性骚扰防治法来办，无毋对。是，你若是伫你上班的空间内底，你上班的时间去互同事甲你做着你无爽快即种代志，这要用性别平等法来办。是职场顶管，对，你工课场其实是有即个性别即款代志，包含学校敢若嘛是嘛。是，因为伊是伫咧伊的宿舍是属于上班的空间，而且伊伫上班的8寝的时间，这是上班时间，这是劳动部认定的上班时间，所以因一开始用的法规就已经毋对啊，对，所以其实这两个法规内底有一寡差别是无共款，包含伊的法律追溯期拢是无共款的，伊一开始的认定都毋对，所以导致后面一连串的错误啦。伊后来是毋是有去找医生做诊断？无，还是伊做诊断是伫诊断什么物件？他的受到就是创伤压力，刚刚讲是一个急性压力创伤的压力反应。对，是。所以伊需要收养。爱收养2个月。伊迄个时阵敢有申请着？但是伊要请假这部分嘛是受到刁难啊，所以伫咧阮看到伊提供互阮的资料内底，其实嘛是有真侪对啊，公部门互伊的主管互伊的压力，包含伊的同事互伊的职场顶管的集体的压力啦。系啊。听讲伫咧即个期间想要申请即个工伤，就是工伤啦吼，就是因这嘛算工伤是毋是？其实这反倒转来就是讲着我头前一开始讲着，因为因引用的法规错误，引用着性骚扰防治法，所以因认为这袂使申请工伤。你若是用性别平等法，假使讲伊一开始使用的法规就对啊。伊要申请工伤，这就是正常的啊。是安内有一款敢若希望讲会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感觉，因为你用的法律法条无共款，对，一直影响后壁的结果就无共款。对，无错。所以讲，就造成讲伊第一是我要申请工伤就有问题啊。是变成代志嘛，敢若变成小可有互收影汤迄款感觉，佫受到主管的压力、同事的压力安尼。伊最后听讲是离开迄个所在。伊申请离职，因为伊要请假，一直请袂好势嘛。你公务人员有公务人员的伊的法规啊，伊请假的法规啊。你若是3工无来上班，你是叫免职的啊。免职你佫较麻烦啊。所以只好家己申请离开先提离职。恁伫个执询的时阵，伫咧议会内底，消防局迄边，宜兰县政府消防局伊的反应是啥物？伊一开始伊有讲啊，伊讲伊无用毋对法规啊，但是其实逐个人拢嘛知影，伊就是一开始就用了毋对啊。这是消防局因的讲法啦，但是咱逐个人拢嘛知影。尾啊，因为即件代志，逐个讨论度愈来愈少，问题是伊还未得到伊应该爱有的声援啊。伊的结果还未被判断出来嘛。是。所以阮迄当阵，我甲林思颖议员，阮两个拄好坐伫头一排。阮才会想讲要来囥左卡，囥伫阮家己的桌顶。你囥即个卡片，拄好嘛是我想要问，就是讲
后壁一寡事件甲即个卡片有关系嘛？恁两个人拢囥一个牌仔伫咧恁的桌顶，是安那当初是会想要做即件代志？一个部分是因为即件代志去用关注度愈来愈少，是其实这嘛是阮去甲注重对啊，你若是要无人去注重。消防局因的态度就会愈来愈消极，阮就无人讲嘛，阮就豆豆来处理。但是即落代志，你对查某囡仔一个受害者来讲，伊是无法度等的，伊已经等遮久啊，因为旧年的12月等甲呾啊。是，已经等半冬啊。是啊，无毋对。啊，阮两个拄好坐伫头一排，阮嘛希望透过即个卡片，互馆长、互一级主管拢知影，阮其实拢伫注意即件代志，阮拢伫关心。只是恁袂使因为恁要慢慢来处理，可能还佫有一寡公务顶悬的定时爱行，但是袂使因为安尼恁就要慢慢行。阮嘛爱互你知影，阮能互伊，阮是希望阮会当互伊压力，竟然去甲即件代志做好一个完满的结束，莫佫互两边拢安尼等。啊，你放迄个卡片的时阵，进前你敢有甲恁家己党，因为你是民进党的议员，是，你甲恁家己党内其他人敢有？直接有讲过即件代志，阮是恁家己决意，阮两个家己雄决定都要安尼做。恁家己私底下决定要安尼做。啊，牌仔顶悬写啥？会使甲大家讲一下无？头一张是我家己桌顶迄张，迄张是写我细汉久去用偷看，为虾米是我无工课？私营议员桌顶迄张是我破病啊，为虾米爱我一定换医生？换医生是什么意思？即张嘛是甲伊请假顶悬一寡定时有关系，啊，这嘛无方便互大家无方便讲互大家了解，但是就是爱互大家知影即件代志，就是伊伫请假的时阵，伊的刁难是真正是真济，嘿啊，我家己桌顶迄张就是即件代志一开始发生的，所以恁佫有两个超工甲分开写无共款的代志，嘿啊。啊，迄个时阵敢是你甲议会是消防局长伊嘛会出现，还是？会啊，因为是拄好总集顺就是大家拢会来，所有的一级主管、管府的一级主管，包含馆长、副馆长拢会伫现场。也嘛是希望讲趁即个时阵，互所有人拢会使注重到即个事件，对啊。所以伫咧讲后续进程啦，我感觉有一个想要甲大家分享讲，其实 MeToo 像即款的事件毋管你讲美国像的事件，或者是咱讲泰国人事件遮济最近新闻拍开、电视拍开，讲实在你看袂了。是各种领域拢有啦，毋管你是咱讲艺文界啦、政治界啦，啥物所在，其实毋若是遮大家较看会到有头有面的人，真济咱的工课场上，毋管是你家己的工课啦，咱一般咱讲做事的所在，毋管即个环境啥款，其实啥物款的环境拢有可能拄着遮个问题，对无？但是你会使看到讲真济，毋管是网络顶悬的老有诶，甚至是咱家己身躯边的人，你可能拢会听到一寡人。尤其是男性啦，都毋是讲全部干那男性安尼，但是确实即个男性是占多数，就是讲有诶人感觉讲，比如讲像你当讲即个事件，就旧年甲当诶代志，现在即个时阵甲你讲，对无？是毋是有啥物目的？或者是像即款诶话，真济，大家可能无像咱后壁讲诶即个另外一个议员诶问题遮严重，但是你会使感受到讲，伫咧一个人要被害者要讲出遮个事件，其实是无遐简单诶代志。大概认为讲，你是安那拖甲当甲要讲旧年诶代志啊，当甲要来讲，对无？像即款诶各种诶即个阴谋啦，即款诶想法真济，我感觉这是真济被害者伫咧讲遮个代志时阵，真歹去面对诶。因为你爱互伊个重新去回忆迄天发生诶代志啊。对，迄是其实对真济人来讲是真痛苦的代志。是啊，甚至讲咱看到呾真济遮个网络顶悬最近真济一直逼出来遮个事件，有诶甚至是10多年前，嘛是共款10多年来，大家拢会定定讲过去都煞，但是最后你才会发觉讲，原来我过袂去。所以毋知咱讲迄个人选之人，迄个连续剧，我毋知你有看无？我内底咱莫安尼就煞，好无？其实就是真济人真正是甚至是忍耐10多冬。最后嘛是感觉讲会使我莫安尼就煞无，真济人拢会逼家己讲煞去。我相信真济人最后会讲出来，进前10多年来、几多年甚至10多年来，拢是共款的心情。我讲所有女性，我毋知你捌经历过无？因为有的人每一个人的经历历程无共款，但是咱知影讲，
大部分的女性可能伫咧成长过程当中，加加减减，凡说是语言上的吼，用讲的、用嘴讲的，或者是甚至有的人去骹动手，加加减减拢会经历过一寡像咱即讲泰国人事件的即款的被害，所以。我相信所有人拢共款，男性嘛爱去鼓励讲，当然你凡事感觉讲啊，我就是男性吼，我个生个遮大张吼，我毋惊人安那，但是你家己嘛有某有囝有小妹有阿姊，甚至有老母，其实所有的你身躯边的人嘛，拢有可能，你若无徛出来，无去赞声，无去为着遮个代志去做伙发声，其实被害毋是干那别人尔。我讲这是最重要的代志，但是咱就使看到另外一款反应的，比如讲你后来伫咧即个议会徛即个牌仔了后咧，就发生一寡无共款的代志，才互你变成即个新闻人物。本地即个代志，可能你采迄个牌代过过就准拄煞，可能佫无遐侪人去关心即个问题，想袂到有人来即个遐查天火道咧。是啊，是啊，是啊。你想讲伊是毋是超工要斗3工的？我嘛是爱真感谢伊啦，我甲思颖两个嘛真感谢议员选摆的肯定啦，这嘛是一种肯定啦。互阮原本阮想讲就可能安尼即两个牌仔就爱安尼点点的过这半个月，嘛无法度引起什么注意啊。系啊系啊系啊，到尾啊。对啊，感谢选摆啊，互即个无声变有声，而且遮尔大声。想袂到伊两句话安尼，网络安尼风风火火吼，新闻嘛拢是连迄个眼球中央电视台。哇，几个卡提诺嘛有啊，嘛拢是你的面，你有看到？是伊的新闻啦，我想。但是拢拄开始拢看到你的相片，你知道？伊比我较红的，伊比阮两个较红。咱到底是你讲什么代志咧？有的人可能知影啦，就是伊算是宜山乡对无？是宜山乡的即个县议员。或者黄玉琪、黄玉仪啦，3点水，搁一斤2斤的斤，即个字台语念作琪，黄玉琪，伊伫咧看到即个恁两位议员踩即个倒骹伫咧倒顶了后的即个反应吼。那即位黄玉琪讲实在，我第一伊咧讲遐话了，我上生气的是啥知影？是伊竟然用宜兰腔来讲遮泰国话，爱用宜兰人啊。你知我是讲会使卖侮辱阮的宜兰腔无，好无？我遮认真伫推广咱家己的台语啊，希望讲互大家感觉讲台语包含讲咱宜兰腔是真优雅，或是真好听的一个语言。你一句话就拍死。我第一上生气是讲，你讲即款泰国话，莫用宜兰腔讲，我是上生气，即个代志。到底讲什么话？你有法度大概讲一下无？伊迄工咧现场，好，大概你网络中一定看会到，就是讲，伊有啥物歪锁门。我回复伊即个原本的讲法，伊是讲创啥歪锁门。对啦，伊讲创啥歪锁门，讲看无一定是对的。对，意思是讲是讲什么？伊敢若讲，大家去网络顶管找者，意思是讲，咱我无完全照伊迄字讲啦，意思是讲，互看的人，除了讲互看的人无一定是对以外，就讲迄是无想要讲尔，无你讲要讲诱拐啥，像即款话嘛有讲。是啦，有了后壁伊嘛有讲。伫遮咱先讲者，这是即个议员伊家己的讲法，咱绝对是无赞成即款讲法。当会提出来讲，是希望互大家了解讲，社会上嘛是阁有即款真无适当的想法。因为这个话其实对于受害者来讲，我感觉是真大的伤害。真大，其实伫个即件代志发生隔工。受害者甲因的工会，因有一个消防员的工会，因一个协会，因有发联合声明。声明的第一点就是讲到，阮即个选摆议员伊的发言就是严重伫伤害即个被害者。所以工会本身是有挺即个队员的。是。系啊，因为尾仔嘛，阮即个选摆就一直讲是阮两个查某囡仔伫用政治的手段伫伤害即个被害者。其实伫迄个联合声明一出来时阵，头一点人就安尼写啊。伊的辩解我实在是看袂。我毋知，因为我伫做台语的故事时，即个单元一般咱就是较轻松快乐趣味的内容，但是无表示讲我用台语讲的时阵袂有生气的时阵，你知道？我实在伫看的时阵，心内什么话拢叫出来。但我较少伫骂咱讲垃圾话啊，较少安尼讲，但是免用垃圾话啊，用台语我嘛会使骂较足歹咧。我甲你讲，用台语要好吼，讲实在是足恐怖的。我甲你讲，伊的想法真正是较古早迄种
大男人主义啊，咱即马若是用即马话讲，就是大男人主义迄种思想，你看即件代志啊。其实咱较想无是讲是安那，比如讲恁两个要踩一个倒脚伫倒顶，到底介意啥地带？了解我意思？是安那伊会雄规举起来，来讲即件代志。其实我嘛毋知影伊到底生气的原因伫倒位，因为阮两个即张倒卡无大张，就是 A3，两张 A4 的纸的大小，其实所以等于是两张 A3、4张 A4 的纸的这个大小尔。阮议会就是两个人一只刀啊，阮两个人的一只刀啊，真大只。阮头前摊菜即种牌仔应该摊菜甲8支无问题，一边4支安尼是无问题。阮就敢放2张尔，嘿。阮无去影响到别个议员的位。一开始阮两个就想讲，阮坐第一排，阮莫去影响到别人。阮嘛爱互馆长、副馆长，还有一级主管、互议长知影，阮对即件代志的态度是安尼。阮认为即个查某囡仔伊受着委屈，伊的委屈应该爱去互受到平反，袂使阁直直安尼点。是。阮即张倒骹无，连其实阮后壁为个先摆嘛毋知影，阮有囥倒骹伫倒顶。对啦，因为无大张，阮搁坐是看袂到。对啊，阮坐落后壁倒啊，其实我有伫后壁倒啊看，根本看袂到阮迄两个牌啊。系啊，所以其实阮嘛真正毋知影讲为虾米伊遮尔生气。对，我就讲足奇怪诶。所以恁拢无按算着讲伊会雄安尼举起来。毋知影，真正毋知影。阮原本只是真单纯诶想讲，爱伫即件代志顶悬表示阮诶态度，希望县府、希望县府也是消防局拢好，其他诶局处拢爱知影即件代志对阮新入来议员，尤其是查某囡仔，阮真注重即件代志。我家己伫咧单位质询诶时阵。对逐个局处，我拢有问到即件代志，因为即马性平法逐个愈来愈重视啊嘛。是。我拢有甲因关心到，只要因有开放的空间，有对外开放的空间，不管是便所啊，就是啥物有服务台的所在，因拢有提供着卫生棉无？这是即马。不管是对于中央政府开始，还是甲地方政府，我认为这拢是大家爱去知影诶。过去咱查某囡仔要买卫生棉，就感觉讲啊，这是一件真歹势诶代志，真私人的代志，真私密的代志。但是即马已经无需要安尼啊，即马社会是开放诶，是。包含伫咧服务台应该拢爱提供甲即种诶服务，所以我拢有关心着即件代志。所以对于即个。消防局发生安尼事件的时阵，包含最近阁出第2条，嘛是类似的状况。是。其实这拢是大家爱去注重到的代志，而且阁发生伫你的选区。系啊，其实我嘛家己嘛疗伤袂够的啦，是啊。所以你后续嘛是爱去关心，包含你家己当新的即个事件嘛是共款嘛。是啊，嘛爱知影消防局即马到底要安怎处理啊？因为其实。包含议员本人讲实在嘛，拢有可能会拄到像即款事件，像最近诶政治新闻，大家嘛拢有看到啊，所以任何人莫想讲啊，凡说你诶地位较悬，或者是你可能即个社会位阶较悬啊，是甚至你是立法委员，拢共款吼。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包含主管，你做主管诶人嘛是共款，拢有可能会拄到。咱当毋是讲专门针对即个宜兰县政府消防局。包含其他局处，全台湾啊，所有县市，包含宜兰嘛共款吼，所有局处，所有的，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的机关、公司行号，拢有可能发生这个代志。一定啊，我一直强调，这毋是单一的事件。阮是议员，我甲司仪两个人，其实阮即工伫咧议会，阮两个即种受到的待遇啦，甲职场暴力无两款，是共款的啊。阮家己上班的所在，都会拄着即种代志。是啊，就算你讲你是议员，共款有可能拄着。阮共款嘛是受到这种待遇啊，所以不管是伫咧啥物，只要是上班，人甲人相处中间一定有无共款的摩擦，因为咱自细汉生活环境拢无共款，只是咱爱学会晓免啊去互相尊重别人。对啊，后来即个
议员的事件，就是即个黄玉琪。你看我遮拢袂念话，我歹用伊来叫你身上。即个黄玉琪议员伊后来当然因为引起诚侪社会新闻嘛，大家拢伫报道即件代志，网络嘛一直伫讲。后来拄开始伊讲伊袂会失礼嘛，后来伊其实有发一篇，虽然讲是你讲抱歉，还是免叫他讲，反正就是一个回应嘛。那回应了，我知影讲拄开始包含其他包含时代力量，敢若是党团啊是啥，是毋是？包含民进党内底其实拢有真侪即个出声啦，就是讲即个议员即个讲法真正是对对受害者是诚大诶伤害。那后来当然嘛有提起讲反说要提即个罢免，是毋是？印象中是敢若是安尼。当然后续咱毋知影到底继续是安怎。伊诶罢免是时代力量迄边伫诶发起，因发起诶，这是因家己地方党部发起诶一个活动啦。其实我嘛毋知影因即马发起诶因甲倒位我嘛毋知影。因为伊嘛拢无对我来说明啦。阮先摆议员先摆伊后壁发即个声明是伫拄好阮迄工早起，阮嘛有针对我甲思颖两个人伫咧议会受到诶代有，阮有开一个记者会，迄是一个拜一的早起。阮拄好记者会伫咧进行诶时阵，伊诶声明嘛同时发出来啊。当然真侪人认为即个保险是无够有诚意，是啊，无迄个心就对了。是啊，包含伊后壁陆续伫咧媒体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阵，伊嘛甲媒体讲我无讲即个代志，我无讲即种话。网络顶一直中报迄是啥物物件？是啊，AI 做的，可能是 AI 做的。尾记者嘛摕伊迄天影片互伊看，伊甲承认嘛，伊甲来承认嘛。是，所以其实我感觉即个声明到即嘛，就是代志已经发生遮久啊。我嘛是认为伊毋是真心要来甲即个受害者回失礼诶。系啊。是因为你会使看到电都是怪罪伫别人啦，讲恁安尼替人赞赏、替人讲话，电都是恁伫做生意诶。是啊，但是受害者诶声明就写甲遮清楚啊。是，所以这是有当我讲。尤其男性啦，拜托大家像即款代志尽量喙即个喙较塌的，无较无网啦，毋通安尼一直黑白喙去咧黑白讲这是其实是真危险的代志。就是大家爱学习的啦，即马我嘛是还搁咧学习啊，大家一直拢伫学习的即个路的顶悬，就是爱学习晓互相尊重。互相尊重毋是用喙讲的，爱为心内底做甲互相尊重。因为真侪人感觉讲家己查甫应该都袂拄着遮个问题查甫嘛是会啊，嘛是会啊。而且颠倒查甫伫拄着遮个代志，反正搁较毋敢讲出喙。因为你会感觉我是查甫啊，我哪会使讲即个？我是安那无即个，但是你看，包含进前迄个陈之汉馆长，伊嘛捌讲过，伊嘛拄过即款代志。你想看觅几个人看到伊会讲哇，这馆长遮粗汉臭遮粗的人，会去想着讲会去拄着，而且伊嘛是当场反应袂过来。伊敢若想伊谁来甲我问一直问伊先看安尼嘛，伊嘛向反应袂过来，说谁来一直伫问我，等甲代志拢过开，愈来愈发觉讲毋对咧，所以真侪人会讲，伊谁来当场无甲记住，你当场无安那，你真正拄着，你无一定会安尼做。拄着代志的时阵，咱的第一个反应，咱绝对是反应袂过来。大家拢是讲伫遐说但是伊当伫创啥？因为咱会知影，咱家己会拄着即种代志。对，无人会去有即个拍算讲，你若是本地就拍算讲，伊会来甲你问，当然是另外一回事。是啊，是啊。迄就表示讲你本地就有法度做预防嘛。那一般咱会拄着即款情形，拢是其实你完全无料想到讲会发生即个代志，甚至即个人可能是你诚信任的人，不诚侪拢是即款情形嘛。真侪拢安尼啊。对，所以像即款情形实在是，真正我爱。毋管男性女性拢共款，咱有一个同理心啦，就是绝对莫去问出讲即款什么你当时是安那无安那啦，你是安担甲要讲啦，像即款话，我讲绝对毋通安尼讲。因为代志一发生时阵，咱哪有可能疗伤会到？对。我相信即个受害者伫咧迄当阵，伊嘛疗伤袂到，讲伊的同事会开房间门。搁伫伊个房间内底，甲伊规身躯看了。是，包含咱拄则咱有提起讲，其实还佫第二件事件，即个新闻敢若量嘛无遐大，我有小可探听一个，敢若包含遮个在地知影人嘛无济咧。是啊，因为新闻
部伊就已经伊已经伫咧消防局内底送调查。讲实在，你若看，我家己咧看啦，看消防局的即个新闻稿吼，即第二件事件，我伫遮先就无讲甲较清楚，因为我无希望讲即规个事件拢南做一伙啦吼。但是你若看即个第二件事件新闻加减报的内容，你看到伊的新闻稿咧，想讲，消防局即个意思就是伊阁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是毋是？拢讲甲足轻松、足简单迄落感觉。其实连续遮侪事件发生，嘛反映一个问题啦。消防局家己内部伊的管理嘛出真大的问题啊。对啊，你的即个拄着像即款事件的时阵，你的即个规个流程是啥物？是啥物物件？你有提出来无？嘿，要安怎预防？其实目前为止，敢若咱也未看到消防局有提出即款的内容来。暂时也无。所以这嘛是说落来，恁议会阁目前的议会阁继续伫接顺，还是接顺电机会已经开煞。嘿，说落来是当时的代志。说落来就是等甲8月才有阁开会啊。即个代志恁嘛是共款的继续去约落。嘿啊，因为伊的处理后续的处理，若是处理无好势，嘛是需要有人继续甲监督啊。等于讲，这差不多2个月时间，其实嘛是观察讲，因到底安怎做，包含咱的这几个受害者，因有法度，因到底受到什么款的对待，有受到平反无，或者是有更较侪人替因来讲话无，或者是讲包含消防局，到底有法度提出一个互人会使信服的、会使相信的即个流程无？日后拄着即个代志，一件、第一件、第二件安尼代志愈来愈侪，你总袂使讲有第三件、第四件，那真正拄着你到底要安怎处理？总袂使讲永远大家拢爱伫伊接顺的时阵咧徛倒排，迄毋是办法嘛？袂系啊，这毋是一个办法啦。所以这我想是上为难的所在啦。前几工我嘛有甲北管区的议员小拄嘛，你讲着即件代志。其实咱安尼听起来啦，真正是咱的消防局的做法较消极啦。因为外管区，我相信遮个代志绝对毋是敢若宜兰县有，别个管区一定嘛拢有。别个管区人因的做法，因议员嘛因为宜兰发生即个代志，有去关心因遮的消防队员。因的消防局局长就甲因真清楚甲因讲，拄着即个代志，加害人、加害人迄方，就是爱革职，人就是安尼处理。因咱目前看到，敢若这2件事件，包含咱即摆讲的，甲咱大概提起的这第2件，即个加害者其实，而且是证据已经真充分，这毋是讲风声啦，或者是恁2个人的空间咱拢毋知影的代志，拢是有证据的代志。共款2个人其实拢还佫在职对无？是啊。这就是我想讲，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受害者必须爱辞职，必须爱受到挑战，离开这个所在。加害者颠倒是换一个单位，或者换一个职位，继续伫这个单位内底。是啊。我这我相信大部分人听到绝对拢是无法度接受的啦。你只要想讲，今日有一天你反说就是迄个受害者，或者是你身边的人，你介意的人，你的，还是你的查某囝，你的小妹，或者甚至你家己本人，拢有可能拄到这个事件，最后是你家己爱吞忍落来。对无颠倒是迄个加害者伫遐，伊还佫咧辛苦，然后逐工会使安尼好好上班过正常的日子，甚至来你面头前安尼，害来害去。所以这是你会感觉讲，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这绝对毋是咱要爱的一个社会情形。所以我感觉讲爆出也是逼出即款咱讲性骚扰，或者是咱讲泰国人事件，毋是奇怪的代志。讲实在，咱袂因为发生即个代志，咱就去责怪这个负责人啊，还是像这个事件是局长。但是后续你安怎处理，才是大家伫目睭金金伫咧看的代志。是啊，大家伫关心的代志，就是你安怎处理即件代志，你安怎互受伤的这方会当去原谅加害人伊做的即件代志。会当心情坦然的去接受啦。对啊，伊有法度慢慢平复，有法度，因为这件代志你无处理了，伊永远无法度好平复。毋才会出现种10外年来，你看，遮侪人真侪有地位的人对身边的人做这个代志，遮个人讲大佬吼，遮有头有面的人，煞愈来愈请赢，愈来愈发达吼，地位愈来愈悬。你想讲，遮最后逼不得已离开的人心内到底是作何感想？我是即恐怖的代志就是安尼。所以说落来，真正就是嘛是爱需要议员。我相信
有即个事件了后，应该嘛有搁较侪议员诶，民意代表会愿意来投入即个事件诶关心啦，吼，包含刷落来其他诶事件，绝对毋是干那即一个件两件，反正嘛有搁较侪人过去捌受到即款诶伤害诶人，嘛会搁较勇敢诶，是愿意出来讲出家己诶经验、家己诶代志吼，所以这真正是需要真侪咱家己诶议员啦、民意代表啦，甚至是立法委员啦等等来斗相共去监督即个所有诶部门到底是安怎去设定即个流程吼，互真正需要搁较进步诶即个过程啦。我感觉这是需要进步诶所在，对无？是啊是啊。好，咱今日因为实在是。我实在想看袂过啊，所以我迄天看到迄个议员讲即个话时，我真正是规巴肚火，想讲你搞用语来抢即款话，所以我毋知怎讲想讲啊，袂使，我无开一个新单元来讲即件代志，我才足艰苦。所以甲你讲，无咱来开讲者，你个是你个事件内底人物，你知影？无小心啦，啊感谢神拜，互阮两个新人有即个机会，甲伊同齐徛伫头版头内底，可能你嘛无工。都徛伫即头版的位置安尼。阮伫咧足侪头版出现啊。大家当拢熟悉你生安尼。好，所以咱今日即个节目吼，就到遮主要是，然后有即个单元无，就是共款有拄着，我感觉讲，无伫考试后一摆，如果是继续你有续续，咱过来开讲者嘛，无一定吼。大家我希望讲，因为就像咱拄仔讲着诶，媒体无一定会报较较济，像第二件事件，目前伫地方其实知影人还佫无济，甚至于我讲起即个代志，佫有人问我讲，我拢无听讲咧，你就知即代志偌严重。因为地方新闻无讲，地方新闻无讲，伊有一寡伊诶压力，咱嘛会使理解。是啊是啊，地方新闻无讲，其实真侪时代，地方诶时代都袂知影。对，所以咱趁即个机会，我嘛希望讲。毋是讲咱频道都偌济人，但是希望有搁较济人知影即个代志，而且是找你来做伙讲，是会使互即个内容或者是内底一寡较重要的所在，咱毋知影新闻顶无一定看会到的所在，会使讲较分较清楚啦，背会较清楚安尼，所以叫做背会社会事嘛吼，背会当然咱嘛该说过啊啦吼。好，所以咱呢今日时间到遮都差不多，那日后都看机缘，即个背会社会事的单元，日后有机会嘛是会继续做啦。当然，有拄好即个组合会拄好，嘛有我实在就想要讨论，就想要讲的代志安尼。好，无你看你到时变固定，才会伫讲政治个社会拄着的代志嘛，无一定，咱毋知影。啦，有真侪议题当同齐讨论。是，反正变成咱日后固定的来宾嘛，无一定。好，这咱就日后搁甲讲。那今日就到遮，先甲大家拜拜咯，拜拜。